咱每一个人拢会变老，不过老了后要安怎活到有尊严，活了舒适，这是咱未来课题。讲到明年咱台湾这个超高龄社会咯，调这侪高龄者面对着这税厝，因是真有困难的。就这社会主体需求，高雄呢是有民意代表提出讲，未来政府规划新的社会主体时阵，就要考虑设一个专门给时代大的社会主体。这都发局表示讲，目前是无这款的规划，不过因会按照中央社会主体法规4成比例，予时代等等的弱势族群大。人到3工，会使徛起来看，3张共的哦。阿公阿嬷若耍游戏，若训练手甲读壳的反应，算甲真欢喜。这是带动社会主体社区关怀据点的课程。上课的时段讲年岁愈大，发觉家己一个人大的同学嘛，哪来哪济。有一寡是想要伫咧附近睡厝，所以因为年岁较大，租无要拜社会主体，煞拢拜袂着。公社住宅吼。互大家会当较普遍，会当申请都会当来住。大同英法社会住宅的话，它其实大概有100多位的长辈，现在还在等候补。那可能未来还是会再持续的增加。2025年，高雄老人人数就要超过总人口的20%。目前高雄社会主体已经有22000多户。不过，议员唐英如表示，目前社会主体拢是以照顾青年、甲有囡仔的家庭为主，虽望有保留4成是要予弱势族群，包括长辈在内。不过，高雄嘛加3个社会主体，计共29户是要予长辈住的，希望亲像日本推出专门属于高龄的社会主体，老人公寓也是讲特殊提供给年长者居住的这样社会住宅，其实数量拢无够，佮有一寡是伫外口吼，社会局讲因找的厝，吼，佮毋是社会住宅，是伫外口另外睡厝，遐环境嘛无讲介好。目前咱高雄市咱所推出的社会主体嘛是按照咱中央法令拢来做分配。都发局局长吴文安伫咧议会指出，高龄社会主体需要考虑医疗甲社会照护，目前杳无规划。社会局是表示，除了结合都发局包租代管的厝来协助时代税厝，未来会继续争取社会主体设置更较侪互高龄大的户数。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。